Sutton 新盤最新資訊。嗱，啱啱過去嘅星期一咧，我就參加咗呢個發展商舉辦嘅活動啦。咁主要都係喺 Sutton 嗰度做一個 site visit 同埋一個簡單嘅 briefing。咁 briefing 完咗啦，咁更多嘅樓盤嘅資訊咧可以分享一下㗎。嗱，整個項目咧大概係有1014伙嘅住宅單位嘅，1房、2房至到3房都有啦。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因為 Sutton 嘅買家咧，通常都係面對一啲家庭客為主啊，所以發展商開嘅3房咧，都會係個面積係會大少少嘅，係去到大概1200幾、1300尺咁上緊啦。咁會係一個3房2套房嘅設計嚟嘅，咁所以成個單位就有3間房啦，同埋3個洗手間啦，非常之適合一啲家庭嘅自用嘅。咁1014套入邊咧，佢係分階段落成嘅。第一期咧將會係2028年落成啦，第二期2030年，咁去到最後咧就係2034年咧係會全部完成嘅。而家估計，咁大家最關心啦，價錢係點樣呢？咁發展商都透露咗少少嘅初步未係最後 confirm 嘅，不過初步嘅價錢咧，1房係大概係40萬之內啦。2房咧，如果2房1次嘅單位咧，講緊大概係45萬起啦。2房2次嘅話咧，係51萬起。至於我頭先講嗰隻3房咧，講緊大概係70零萬度啦，75萬至到80萬咁上緊咯嚇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得盡快聯絡我或者我嘅團隊，咁我哋可以有少少嘅優惠咧，俾到大家㗎。咁再加上啦，我自己本人咧都係住喺嗰區嘅，咁對嗰區比較了解啦，亦都可以成日落個 site 嗰度，望住個建築進度啊，幫大家睇下自己屋企究竟係起成點咧咁樣。另外發展商咧喺嗰個 briefing 都提到啦，嗰個 on-site 嘅銷售中心咧將會係3月中係開幕嘅。咁到時再開咗幕嘅時候咧，我就會馬上去嗰度同大家報道噶啦。OK， 好，再提多次啦。Sutton 嘅優點就係倫敦治安 Top 3，公立學校校網號稱倫敦最強嘅。咁有5間嘅 Grammar School 咧，係全英國排名前30嘅公立學校咧，全部係坐落喺 Sutton 呢個區域。